岳飛係宋代人，佢自細就好有志氣，刻苦學習武藝，練成咗一身本領。岳飛長大之後，胸懷大志，武藝超卓，精通兵法，而且非常愛國，日夜為國事擔憂。宋徽宗時期，北方嘅金人屢次侵略宋，當其時嘅宋朝政腐敗，國防空虛，冇辦法抵禦金兵。岳飛好想參軍趕走敵人，但係佢父親已經去世，佢擔心自己走咗之後冇人照顧年老嘅母親。佢嘅母親係個深明大義嘅賢母，佢見到兒子想為國家做一番大事，非常欣慰。有一日，母親對岳飛話：你放心去啦，我會照顧自己噶啦，等我喺你背上面刺幾個大字啦。岳飛聽完之後，即刻除咗件上衣，等母親喺佢背上刺上精忠報國4個大字。後嚟岳飛做咗南宋大將軍，勇敢善戰，受人敬仰，為國家建立咗好多功勞。呢個就係精忠報國嘅故事，用嚟比喻忠臣竭心盡力為國家效力，不惜用生命嚟保衛國家。